在地人在地情来看云林水南乡番薯社区的状元咖啡园，原本是废弃趴荒的低潮，在社区志工的努力之下，变作真有特色的社区的咖啡厅。这间咖啡厅正式来开幕，其中番薯拿铁咖啡只有伫这个所在才啉会到。在地乡亲是邀请大家多多捧场。番薯社区的志工伫咧咖啡厅内底无用出一集，准备接待人客。水南乡番薯社区的状元咖啡园是用低调来改造景点，社区嘛将本来低调规划做咖啡厅。像我们那个番薯社区，把它开发这个地瓜拿铁咖啡，它的风味就比较特别。番薯社区讲，未来咖啡厅会伫咧每礼拜拜六礼拜营业。希望透过观光的收集，和社区推动营造，唔免拢靠政府伫咧补助。阮营业敢若在收入成本扣起来，剩呢，阮就是会放互社区，做维护来用。除了在地特色的番薯拿铁、状元咖啡，卖提供器具，后面就会当来体验手冲咖啡。即摆佫加一个状元咖啡园，会当佚佗，麻烦嘅民众会当加来番薯社区跟到捧场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